原由中國恒大3333發展現由福彩發展接管的屯門提案，前稱恒大郡龍灣第一期及第二期，上週四12日更改價單，減價推售共27伙單位，個別單位售價劈價47%至60.8%。該批單位於今日重新銷售。據成交記錄冊顯示，提案今日沽出約26伙，成交價由228.6萬至662.4萬元，一房戶定價劈價最多60%。上述成交個案中，包括減幅最多的5A 座19樓 F 室，實用面積305平方尺，一房間隔。單位原先於2024年3月定價為743.2萬元，最新售價減至293.3萬元沽出，賬面累減449.9萬元，大幅劈價60.5%。不過原本的價單曾提供最高19%的折扣優惠，而最新價單已將所有優惠取消，未提供任何折扣，所以扣除折扣後，單位折實售價則由原先的601.9萬元減至293.3萬元，實際減價308.6萬元或51.3%。至於成交價最平的單位為5座21樓 F 室，成交價228.6萬元。該單位實用面積227平方尺，開放式隔間，屬鳳凰樓層，成交尺價10,070元。值得留意，屯門提案整個屋苑由於經歷轉手事宜，出現的拖欠地產代理佣金風波一直未平。上週中原發聲明表示，發展商至今仍拖欠中原地產超過460個單位，涉逾1億元佣金，並已向高等法院申請簡易判決，將於2025年7月7日進行聆訊。同時要求旗下員工停止為樓盤進行銷售，又指不排除進一步考慮就有關樓盤，現時以譯名為提案銷售向法院申請禁制令，以保障中原地產的佣金權益。